欢收看今日12月28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柯兴珠，来看今日的新闻重点。今日咱国内新增加8例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其中有3例是昨暗对英国返来的乘客。美国总统 Trump 正式签署2021年联邦政府拨款法案，其中嘛包含台湾保证法。嘉义一个得到罕见疾病囡仔爱拍乒乓，加入学校社团比赛无着顶，竟然防处罚。来关心今仔日国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一困头增加8例，拢是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其中有3例是昨暗华航对英国载回来乘客，有一个人伫飞机顶就发烧，采检了后确诊，若另外2个人是无症头的感染者。若未来咱敢要禁止英国的航班入境，指挥官陈时中是强调讲，咱的集中检疫所若有管理好势，就唔免锁国。礼拜二晚暗，华航为英国登来台湾的班机，机顶717人上新采检结果出来，有3人阳性确诊新冠肺炎，其中第792例是本国籍10外岁男性，伫落飞机了后发烧39度，送医采检了后确诊。另外2人是英国籍30外岁男性，甲本国籍10外岁女性，2人拢是无症状感染者。指挥中心研判792例应该是上飞机了后才发病，病毒量较悬。上飞机之前可能都还没有发病哦。就是在航程当中，在下飞机的时候就发病，所以它的 CT 值会比较低，表示它的病毒量是比较高的。还有5名境外移植病例分别为英国、菲律宾、印尼入境，国内确诊人数793例。因为外界烦恼英国变种病毒传播速度更较紧，是毋是考虑禁止英国航班入境？但是中表示，台湾集中检疫所有真好的管理，也无发现独造群聚事件，所以唔免锁国，也达到防疫效果。无考虑要禁止英国航班来台湾。所以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坚强集中检疫所的一个堡垒在，所以我们可以采用这样的一个战略。台湾我们是准备得宜，所以不管是医疗量能的准备或我们集中检疫的一些准备都非常的充足，所以我们不用锁国，我们可以达到防疫的效果。3个华航为英国登来台湾了，确诊的个案是不是变种病毒？指挥中心表示，爱国培用病毒做比对，但是中强调，下摆为英国登来台湾航班，拢会比较华航模式，旅客入境了后先采检，14天集中检疫，解除隔离进行，各采检1摆，确定阴性才能登去社区。记者综合报道。过3天就要迎接新年，全台下年的活动拢有小可改变。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宣布讲，若准无法度做到徛名制控制人阵，就要停办。所以地司原本要伫8里放烟火，即马是宣布要延期。若新北市元旦的升旗典礼是改用线顶播送。若桃园市下年活动目前是照常，毋过嘛有偏讲，若准出现重大疫情就会停办。若伫台东的三仙台迎接2021年头一逝日头光的活动，即马是规定讲爱徛名登记。过3天就要跨年，受疫情影响，全台跨年活动是毋是如期举办？新北市长侯友宜28先开出第一枪，全新北市的户外大型活动确实无法度做到徛名制真条管控，全部停办。如果没有办法做到实名制，以及有效的管控人潮，一律停办或是延办。原本伫跨年暝第一摆举办的8里烟火秀，因为烟火有放500公尺长，动线是1200公尺，现场真歹控制真条。新北市高滩地公管处28也紧急宣布延期举办，民政局也决定元旦升旗典礼减少规模，邦桥区甲新北市政府今日伫市府东平广场内举办，无邀请市民用线顶播送。原定新北29个区公所公布升旗也拢取消，只剩乌来区公所照常元旦升旗。第一个无法落实实名制，跟无法有效掌控人流。我们的管制线长达1200公尺了，中间我们顶多只能用三角锥把它围起来，但是一般民众可能会从直接跨越过去。以前跨年有上千人去台东三仙台迎接第一道日头光，东管处也唔敢放令启动防疫升级6部曲，会伫初一透早2点启动大义出入口，管制人数上限4500人，到初一早起8点管制结束。实名制要完成，然后要戴口罩，然后要带手机，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手机必须要开机。
桃园市长陈文灿是宣布，桃园跨年演唱会活动由原照常举办，不过若受重大疫情发生，上班前一天会调整做线上转播。记者综合报道。进前中营航空纽西兰机师破病无挂喙罨，阁无老实讲伊接触过谁，造成咱本土病例。交通部即马是提出航空业更较严格的防疫措施，按算伫明年正月开始实施。机组人员当地了后爱检疫7天，自主健康管理7天。若伫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袂使出入人济所在。若是机组人员伫集中检疫所检疫，无进入社区，7天内嘛会使直接搁派工飞出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新版国际航空机组人员检疫方案。机组人员入境了后，若要进入社区，检疫期由即卖飞机3天客机5天，全部调长到7天。结束了后，采检阴性，还搁7天自主健康管理，禁止出入去烟酒吧、夜店、百货商场、夜市5大场所。考虑航空公司调度，若7天内要派飞组员，拢爱集中处所检疫，除了飞行以外，袂当外出。甲能飞长班飞回了后，重新搁算检疫天数。那原来是3天、5天就可以派遣，那现在是居家。假设你一旦有入境或是长程航班，是7天内是不能派短班，一定是长班。好，这个第一个短班上的一个差别。交通部强调，全世界对机组人员拢是例外管理，台湾已经是较严格，因为进前出现机组人员自律出问题，所以搁较严格。农历春节特别教会，有立委指出，桃园机场会出现真侪回国的人，虽然受疫情影响，回国人无亲像过去遐尼济，不过也可能逐天有数千人的规模。立委烦恼目前防疫车队的量能，逐天加能载2537人，恐惊是无够。量会比去年和前年差很多了哈，当然是差很多，这就1/10，我们觉得在1/10，就是你1/10就不得了，1/10每天平均入境的人数啊，就有6000人以上。交通部表示，桃园机场公司会提供春节期间入境有无人数，会看旅客人数来协调业者做防疫车队调度，同时会检查防疫旅馆的量能是不是有够。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更新，美国总统 Trump 正式签署2021年联邦政府拨款法案，总金额是2.3兆美金，其中嘛包括台湾保证法，要展现继续深化两国合作的关系。但是总统府甲外交部拢表示感谢，不过中国的外交部不满，要求美国停止插手中国的内政。美当时间27日，美国白宫发布新闻稿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正式签署2021会计年度联邦政府拨款法案，总签署2.3兆美金，都包含用在新冠疫情、经济纾困方案的9000亿美金，也有西藏政策甲支援法，以及台湾保证法。总统甲外交部拢表达感谢，并且匡列了300万美元的授权额度给全球合作跟训练架构 GCTF。这展现了对台美关系强劲的支持，外交部门对此表达诚挚的欢迎跟感谢。伊控制讲，台湾保证法内容真多，包含支持对台军售常态化，支持台湾有意义参加国际组织，也爱美国国务卿检视对台交往准则，同时第一摆授权拨款300万美金，对未来台美之甲附近国家的专业交流有帮助。不过具体做法或者黄介正认为，也是掌握伫行政部门。如何加强未来跟拜登政府的行政部门的相处？从论述到个人之间的交友，那么都会使得总统签署、国会通过法律，它在执行面的力道跟它的范围。虽然条文无强制力，不过台湾保证法的签署展现继续深化台美合作友好关系，也互中国生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达坚决反对，爱美方停止就台湾问题插手中国内政。就在美国签署法案的同一天，有军事媒记录到，就在空军广播区里交代强机无偌久收到一个不明来源信号。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8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
立即回转脱离。国军辛苦了。军事媒也记录到西南空袭周回，由美国海军 P-8A 巡逻机出现，为展现这可能了台湾自主研发、国机国造的永鹰高教机第2架原型机，16第一摆试飞成功，后续要做性能修正。66架永鹰按算715年完成交机。记者综合报道。检察院长陈菊今仔日头一摆带监察委员去行政院巡查，行政院长苏贞昌亲身做报告，针对开放内地的政策，苏贞昌是强调讲，政府是咧解决台美之间贸易障碍，毋是去换什么条件。若伫开放内地的政策剩无4天，卫福部甲农委会拢有推出台湾地的标章，这是引起立委的批评，讲害民众火高高雾煞煞。也毋过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是表示讲，政府的标章拢真可靠，民众会当放心。监察院长陈菊带领监察委员视察行政院，嘛肯定行政院长苏贞昌的施政。苏贞昌伫致辞的时阵，特别针对最近一直有争议的美国猪肉的政策，强调讲这是咧解决台美之间侪年来贸易的障碍，毋是用啥物条件去交换。政府嘛有针对这点做好准备。另外嘛讲到咱有成功阻挡非洲猪仔入来台湾，互饲猪的业者对蔡总统开放美国猪肉有信心。这不是用什么条件去交换，而是展现台湾的政府有诚意、有能力解决问题。我们要外销，我们不能禁止人家来，这生意无人安尼的。政府大力推动进口美国猪肉。即马就伫要开放，卫福部甲农委会拢推出台湾猪的标章，卫福部会当伫咧网络家己下载，农委会爱申请，毋过并无统一。对民众来讲，公信力难免受到质疑，嘛引起朝野立委批评讲是标章之乱。最担心的事情呢，还是发生了哈。我们现在真的担心这个标章之乱。你担心哪一件事？标章之乱，就是说没有乱啊。厂商，你要先听我讲完。现在厂商无所适从。如果说我们认为这个要统一，既然我们已经有一个标章了嘛，那为什么不能统一？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认为讲，两个标章拢代表是国产猪肉，民众应该安心。不过有业者虽然是打台湾猪的标章，却去用压出来讲，部分猪肉的产地是为西班牙来的。毋那民进党立委高嘉瑜，那样的立委嘛叫陈吉仲爱回实的。在辅导的期间，他愿意下架嘛，所以你要不要道歉？高嘉瑜说的，你要不要道歉？喂，那我们哪里有问题？陈吉仲表示，已经有甲业者沟通，强调讲伫1月初1进前是示范的辅导期。重要的是业者愿意配合。1月初1了后，若是有同款的情形，毋但会甲标章收倒转来，万一标示不实，相当罚400万。若是消费者检举的，就会有亚康者的奖金。记者综合报道。明年元旦有3百种的美国猪肉开放进口，国民党是继续反对，嘛甲战线扭到明年返内地的公投。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今仔日是串联22个县市议会的国民党团成员，讲要收公投的连署数，目标是明年2月底要收到50万份。明年1月初1就要进口有3百种的美国猪肉。国民党伫立法院阻挡了无顺利，就甲战线叫去行路。国民党主席江启臣28宣布启动目前返内地公投连署数，目标伫明年2月底进前募到50万份。民进党政府做出错误的决定。由人民来修正。面对接下来的公投联署，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所有各县市党部、议会全力动员。22个县市议会国民党团的成员嘛举行记者会响应，而且讲要以地方是按主题条例严格来把关。中央政府强行进口，可是我们地方政府既然我们自治条例已经订定完成，也希望所有的地方政府有订定食安自治条例的。每一个政府都应该强行的，我们来做一个检验。希望桃园市政府尊重必须遵守桃园市议会所通过的。包括台北市在内部分县市，自治条例规范来客多半爱零检出，敢会违反到中央的法规来失去效力。中央也无统一的解说，敢若表示会持续甲地方来沟通。因为台北市长郭文哲认为讲，这个沟通是无啥效果。他们号称很会沟通嘛，我就等他们来沟通嘛。我看都是有沟没有通了。食安不能够一国多制，那关于这个检测的这个容许值或者容许量，这个应该全国统一，要不然将来在执行上会有很多的冲突。针对国民党筹备公投反制美国猪肉，郑文灿表示，食安的问题希望会当用理性讨论的方式来进行，对台湾才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
在地上大条，镜头来去台北市的阳明山，擎天宫这个所在野生水牛小天刷青公死，引起民众关心。伫擎天宫3公里外的树林冰顶里，昨昏甲今仔日拢有看到2只水牛走去当地民众的菜园啊食菜，佮行伫大路乱扫。阳明山的管理处是表示讲，应该是寒流要到位啊，加上即马围篱啊已经开开啊，所以水牛才会行出去。看到阳明山擎天宫的水牛出现伫面头前，民众是感觉真惯势，因若水牛对人嘛无啥青分。不过这2只水牛是行去离擎天宫3公里远，士林区平顶里民众的菜园啊内底，甚至伫咧车路的行来行去，赛车经过民众是行一条。这20天左右拢是伫这块位啊踅啦，每工左右下晡2点到4点左右，伊拢会伫这大路行。3个月里面下了2个半月，那个菜苗已经种不起来了，结果好不容易又长上来了，它一来又把它吃掉了，哇，什么都没，又重新再来一次了。平顶里长徐明忠表示，擎天宫的水牛每一年拢有行去平顶里范围内底的记录，不过即马有愈来愈啊民众徛街的趋势，唔拿去吞大菜园啊，嘛烦恼影响到交通，还有安全的问题。或者是呼吁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爱协助牵刷这的牛。如果能够有更好的一些管理的配套措施，那在这个国家公园的这个领导之下呢，其实我们可以对里民周围的社区是一个更互相共荣共存，甚至更协调的一个人牛互动的。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因为30寒流就要来啊，山顶的气温可能会降到-3度，所以应该11个所在围篱啊开开，互牛家己牵刷。推估这可能是2只水牛会行去平顶里的原因。那就我们这几天加强巡查发现擎天岗其实比较看不到牛了，可能推判就是应该是往下去移动了。先针对国家公园范围内的这个有需要比较虚弱、需要紧急支撑的这部分，赶快来去做处理。那区外的部分确实是比较力有未逮。阳管处指出，伫人力甲物力有限的考虑之下，最近要优先甲擎天宫顶悬2只真稀弱的水牛做牵刷。有民众2日搁伫新北市万里区水泉古道发现死亡的水牛，阳管处证实，这是今年第32只死亡的水牛。后手嘛持续来巡查，确认水牛的活动力。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家己来关心家己，有一个读小学5年的查甫囡仔，得着罕见疾病眼纤维瘤，伊接受过14摆的手术甲化疗。因为囡仔爱拍乒乓，所以加入学校的社团。伫今年4月底，伊的比赛成绩无够好，煞互教练处罚。因过学校是对家长讲，一切拢是咧做算，毋是体罚。家长即马对外陈情，嘉义县的教育处要求学校定做调查。一个国小5年生大的查甫学生，得到真罕见的恶性肿瘤——眼纤维瘤症。经过14届的手术甲化疗，要是爱靠辅具才会当行路。毋过因为伊真喜拍乒乓，要是有加入学校的社团。4月份的时阵，因为去互教练处罚，互伊差1点仔就要折机，而且处罚的原因是因为参加比赛无摕到前3名。红点都是他水泡。不敢跟妈妈讲。哦，不敢跟妈妈讲。然后也没有洗澡。为什么不洗澡？怕痛了。我们那天去接他，他才告诉我们说他手酸脚酸，没有办法去上英文课抄笔记。这个查甫囡仔的妈妈讲，4月中因后生请假去动手术，当去学校上课的时阵，还阁特别交代导师，避免互伊做伤过大的动作，加空喙也袂互员阁闭气。4月24的练习赛，教练因为伊无摕到前3名，罚伊爱开合跳30个。1礼拜了后，伊参加校内社团乒乓的比赛，阁因为成绩无达到标准，去互教练罚爱学行路，致使伊身体无爽快。原来因妈妈甲学校反映这件代志，学校却认为讲因是咧耍尔。那是一个很单纯的师生之间共同协议出来的一个游戏活动。家长不满学校处理的方式，换去甲嘉义县教育处甲监察院，还阁有国教署陈情。为求慎重，我们这边也要求学校重新调查。那看调查的情形怎么样？如果有违反相关规定，我们也不护短。如果今天你认定这是体适能训练，那为什么再犯你要停聘？如果你认定这是体罚，那你是不是现在就应该要去处理？他就是在欺负家长，欺负这些弱势的小孩。处罚这个查甫学生的教练已经予改评，家长嘛甲这个囡仔转学。教育处强调讲，会要求学校爱重新调查。日本教育基金会强调讲，照教育部的规定，学鸭行路原本就是属于体罚，袂当以其他体适能的理由来暗砍。希望教育处会当重视囡仔受到不当体罚的事实。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欠水，云林嘉义明年早冬稻啊已经宣布要停止放水引产。若停止农业用水的范围，敢有要扩大？经济部伫明仔载要开会讨论。
那今仔日有民间团体开记者会，批评新竹开发无准则，台积电搁要扩大市场，造成新竹欠水愈欠愈食力。那尾牺牲的拢是农民甲农地。不要抢水抢农地。新竹农民代表嘉民团同齐召开记者会，批评政府铺烂开发，新竹水源和工业用水，只要拄着欠水，农民就无水通灌溉。台积电要来这个2奈米，有田可耕，但是没有水可以用。有关桃竹苗甲台中地区明年一期留作监视停管，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29开会决定将宣布台中、新竹、苗栗地区停管区域。1月初5各宣布桃园监视停管。在台中的部分，德基水库跟鲤鱼潭水库都是这18年来里面的最低，中部大概有将近2万公顷。那如果看起来今天没有下大雨，我看今天大概也很难下大雨。那明天我们会配合经济部做这样的一个宣布。经济部长王美花强调，目前台湾整体水情严重，桃竹苗台中水库只存1.2亿吨抽水，实在无法度供应明年一期调作所需要的10亿吨用水。目前主要采取跨区调度、产业自主节水、加强灌溉管理来应付。那至于桃园地区石门水库，由于采取加强节水调配、翡翠水库调度资源跟近期的降雨蓄水有所回升，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滚动检讨，1月5号做相关因应措施的宣布。那欠水调作停管的问题，陈吉仲表示也有航海问题，因为今年上令冷气团被搞啊，目前评估若讲是霸王级寒流，首先受损的水果会是莲雾加枣啊，暂时规划透过农保来营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美国总统 Trump 因为不满参众2院表决通过的纾困方案，所以一直拢无爱签字。因为这关系到美国1400万失业人口的补助款，无签政府部门嘛袂顶袂当，所以27暗 Trump 总统回心转意，即嘛已经签好势啊。白宫27半暝紧急发布声明，宣布参众2院表决通过价值9000亿美金的新冠疫情纾困法案。川普总统已经签署。过去1礼拜的时间内，川普坚持要求需要将法案中发予个人的600块美金纾困金提高到2000美金，无照办伊就唔签。I am asking Congress to amend this bill and increase the ridiculously low $600 to $2,000 or $4,000 for a couple. I'm also asking Congress to immediately get rid of the wasteful and unnecessary items from this legislation and to send me a suitable bill, or else the next administration will have to deliver a COVID relief package. 国会民主共和两党为这项经济民生关系重大纾困案，查了3个月才总算达成协议。参众2院拢审议过关，却被要伫1月20落台的川普挡落来。更加考试是，川普提出的2000美金纾困金条件，无同意的是共和党，民主党颠倒是公开表示赞成。Believe it or not, Democrats agree with the president. 600 is certainly not enough for individuals who have been struggling these past 7 months, and it isn't enough to provide the boost our economy needs. 川普是虾米理由伫最后一刻改变心意，签字互纾困案过关？白宫官员拢无愿意对话讲。不过根据知影内情的消息人士表示，某一个顾问劝川普无主动的必要。纾困案所包括的2860亿美金经费，那直接牵动1400万美国失业人口的联邦补助款，也包括2840亿美金的小店家补贴金，加700亿美金的新冠疫苗加检测经费。这第二波的新冠纾困法案，也加1条4000万美金的政府预算案白书会，川普无签字就代表联邦政府某一个部门29都爱停落来。好佳在伫最后时刻，伊改变心意，放弃所坚持的种种条件。对此，众议院长佩洛西甲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诺利被透早接连在以推文表达欢迎之意。广西新闻黄伟文编辑。来关心英国变种的病毒，比117这只病毒加较高传，传染力加4成到7成。目前伫加拿大、挪威有17个国家拢已经出现病例。另外，南非嘛因为因的病毒变种疫情严重，即马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00万例。那以色列是第3摆被封城，即马因的政府拍算明年1月底进前，全国过半民众拢爱做好预防针。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全球新冠病毒累计确诊突破8,000万，已经有超过176万人着病死亡。英国、美国甲欧盟大多数国家已经开始针对部分民众注疫苗，也毋过外几礼拜却陆续伫英国、南非甲奈及利亚发现3种无共的变种病毒，其中伫英国发现的 B.1.1.7 病毒株传染力更加是增加40至70%不等。加拿大安大略省27就通报2例，上先伫英国发现的变种病毒确诊病例患者是一对伴侣，无出国旅游记录，无接触过规样群。安大略省已经伫2日宣布封城，卫生单位指出，未来无排除有更加侪变种病毒确诊，呼吁民众尽量踮伫厝内遵守防疫规范。We need to just break this cycle of transmission, and that's what a lot of us are hoping this sort of circuit breaker lockdown will do. Is it'll just sort of stop the transmission, slow it down enough that our healthcare system can keep going. 除了加拿大、挪威、利奇也透过新闻稿宣布2名病患确诊变种病毒，2个人伫12月起过英国，包括日本甲新加坡在内。目前全球至少已经有17个出现变种病毒确诊病例，也毋过专家认为，目前做的疫苗对变种病毒有效有效。南非疫情严重，27累计确诊正式突破100万例，为90万例提升到100万只有9天，累计超过26000人着病死亡，是非洲大陆人数上济。因为南非最近出现502变种病毒株，可能伫少年族群有较强的传染力。目前，英国等几个国家已经对南非实施禁航。以色列累计约40万例确诊，3210人死亡。当局27实施第3度全国封锁，时间至少3礼拜。以色列已经伫2日启动疫苗全国注射计划，目前每天注7万剂。按照计划，伫明年1月底前为全国半数人口注疫苗。卫生官员表示，这摆疫情封城真可能是最后一摆。巴西副总统莫劳27透过办公室宣布，确诊着新冠病毒，变成巴西落长着病高查官员名单中的上新一人，伊将伫副总统官舍进行隔离。根据巴西卫生部数字，疫情以来巴西已经累计突破750万例确诊，超过19万人着病死亡。公司新闻浩如编译。迎接新年的活动，全世界拢有。澳洲因为疫情严悬，雪梨港放烟火规模会救水，伊嘛禁止民众去现场看，叫大家踮厝内看电视就好。另外，伊嘛禁止民众聚集，所以无许可证袂使入去市中心。每年近100万人的澳洲雪梨新年烟火，今年跨年罕见出现，现场无人倒头算的情形。新南威尔斯政府当地时间2日宣布，雪梨跨年烟火照常放，毋过禁止民众到现场看。On New Year's Eve, we don't want any crowds on the foreshores around Sydney whatsoever. 新南威尔斯最近爆发新的群组感染，相关病例已经超过120人。为避免疫情进一步扩开，政府制出禁令，呼吁民众是要看烟火，请踮伫厝内底看。政府也做分区无同款的限制，雪梨户外禁止50人以上聚会，市中心跨年的当日，要有许可证才能进入。So unless you have a permit to go to someone's home with not more than 10 people, or you have a permit from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to attend a hospitality venue, nobody should be in the CBD at all. 另外，伫俄罗斯有实验室甲电信公司合作，开发出一款社交距离衫，衫顶悬设立这个红色圆形小装置，会提醒民众甲其他人保持1.5公尺社交距离。Принцип устройства такой, что у него есть разная сигнализация, у него есть визуальная сигнализация в виде светодиодов разного цвета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расстояния, на котором находится человек напротив. 离上近的时阵，会闪红光搁震动警告，研发人员正咧找资金，希望用生产100件社交距离衫。伫印度防疫方法是较传统。印度西南部最近流行练瑜伽防疫的风潮，最近民众认为瑜伽的呼吸练习能提高身体免疫力，冥想对心灵平静有帮助。因希望借这种青年流传的修炼方式，减少身心压力，度过这场疫情难关。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镜头来香港，香港的前民主党立法会的议员林德庭今仔日再去互抓去，讲伊伫元朗721事件公开被调查人的身份涉嫌违法。伊是批评香港政府即马已经正做中国打压人权、打压人民的政治工具。
另外，防指控要偷渡来台湾12个香港少年家，今日伫深圳嘛开庭。不过外界即马是真烦恼，讲因无法度互接受公平审理。有啊。207点外，香港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道廷，互廉政公署掠去指控伊伫去年12月到今年7月期间，涉嫌公出7亿受调查人士身份资料，被带去北港廉署总部，廉署起诉林道廷，指控伊3项标出受调查人身份罪名，涉嫌违反防止贿赂条例第30条。2点钟了后得到保释，当日下晡2点半出庭应讯。伊伫开庭进前讲，家己追究7亿事件真相，原告说辩被告怀疑有政治的介入。整1年半，廉政公署一個黑警都冇去起訴，反而係起訴個投訴人，起訴個傷者。政治嘅迫害、政治嘅檢控，只會陸續有來。經過香港東區裁判法院審訊了後，最後判決案件最後到明年3月7號決審，但辯方提出文件和法律意見，林道廷准予保釋，不過袂當出境。另外12名香港人今年8月涉嫌偷渡台灣，被大陸海警查到，甲即馬攏被扣佇深圳鹽田看守所已經超過4個月。而被下晡佇深圳鹽田法院審理，原本法院以視訊方式閉門審理，下晡是臨時改做公開審理，並提供一部。12個香港人家屬向國際法公開批，呼籲各個領事到場聽案件。不過法院說伊幫庭時已經滿，冇俾何各個代表進入。我哋淨係睇到呢係一個黑箱嘅作業。咁我哋當然希望12港人可以係早日釋放翻嚟香港。目前差不多30位喺海外香港人，和警方以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為理由通緝。記者綜合報道。頭等下過來關心國發會今日公布11月份景氣燈號繼續度代表景氣穩定的青燈，綜合判斷分數是加2分，達到30分，嘛創下2021年4月份以來新高。11月份景氣的燈號連續第4個月度青燈，綜合判斷分數是比頂個月加2分，達到30分，是9檔半新高。不過中央大學今日有公布12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總數是70.9點，比頂個月落2點，而且佇就業機會信心的指數嘛創下10檔來新低。來關心交通部要推出西部高鐵、東部快鐵的政策，為着要提高速度，打算要把鐵軌路變快，改用國際標準的鐵軌路，安尼呢速度會使變緊。目前正在做可行性的評估。代替新買 EMU 900型的區間車，其中2隻已經喺10月24送來台灣，目前還佫在試車。按算新車真正會開始營運，這批區間車為2021年到2023年的期間會繼續來交車。52隻車攏總開253億，不過新車才打送來2隻。鐵道局率經計劃展開改鐵軌路跨度的評估，無排除甲代替目前較下的軌道，改做國際標準的軌道。我們所有進來列車都適用1.067的這個載軌。所以它應該是一個研究，但是是一個未來一個方向，但是應該時程不會那麼快。目前代替的鐵軌路是甲日本鐵軌路跨度同款是較下，因若高鐵是用國際標準的跨度，鐵道局內部評估，外國商務用咧運轉的鐵軌路，大部分是用標準的跨度，車速會當提懸。因若東部幹線佇交通部要殺快鐵的政策之下，若改用標準的跨度，上緊的時速可能會當佫提懸30公里。目前鐵道局已經開始做研究甲評估，按算1年了後結果就會出來。不過運輸學者講，代替的問題並不是改鐵軌路的跨度，這牽涉的層面是真複雜，而且並無愛趕緊解決的必要性。在購車的時候，為什麼不考慮這件事情？而且雙軌化也在做，電氣化也在做，你公司在做的時候，為什麼不考慮這些事情？等到錢花下去，然後再說我們要來討論標準款。學者分析，代替電氣化的頭一天，就發生因為因對地點的日子無共款，找無司機源頭交班的情形，顯示代替在營運的層面，還有真大當改善的空間。加上代替12買車的計劃，2015年的時陣就已經啟動，若要改鐵軌路的跨度，還佫牽涉到重新買車的問題。因若代替到去年底為止，虧損累積已經有1175億3800萬。目前第一要緊的是追求營運的穩定，還有行車的安全。記者綜合報道。
朝向正经来看，过6个月过，苗行医保总是要甲大家见面啦。后代模样有够古锥，因为医保健康甲行为拢袂歹，经过评估，决定要互伊甲妈妈圆圆做伙生活。明仔嘛要正式甲伊的迷众见面。头拄啊，台北市政府嘛有举办见面会，带乡亲咱先来看。伫画面内底会当看到医保伫箱仔内底变来变去，家己算甲真落脱。不时阁会伫妈妈的身躯边塞奶。医保是2013年医院出事了后，人工关系第2只苗行。伫动物园也阁有医疗小组，大家做伙拍拼。即马伊的发育是真好。台北市长关文哲今仔日嘛有亲身到现场，向团队说多谢。那医保明仔载就要正式甲大家见面啦。动物园是提醒讲，因为医保即马逐工困眠的时间是占7成，所以来参观来甲看的时阵，伊若是在困啦，唔通失望。受疫情影响，国道南投的服务区休困站即马推出智慧型的点餐的系统，消费者伫电子看板顶头点食的，叫着号码时才家己去旁去摕。过程中，甲服务人员拢唔免互相接触，会当保持社交距离，减少烧坏风险。想要伫美食街食一顿烧，先去电子看板遐点菜。想要食啥，用镜头试的就好啊，唔免搁走去单位遐排队。少年人是感觉真方便，比较卫生安全。你觉得传统的方式你比较习惯，还是这样？科技一点比较好。嘛有民众认为讲，全部拢电子化是感觉较无温度。因为跟机器没有那种温暖的感觉嘛，跟你这样看不到人就，对啊，你觉得需要防疫防到这么没有人性吗？需要这样子吗？国道南投服务区是全国头一个伫美食街用智慧点菜的系统。饭菜做好了后，电子荧幕就会显示卖叫号码，民众才搁去单位遐扫 QR code， 就会当家己去捧菜，全程是零接触。消费者唔免客伫柜台头前遐点菜甲捧菜，增加群聚的风险。那现在我们柜台改成出餐柜的方式，就是它单独它餐点就在那个柜子里面，就是跟其他人会比较减少接触的地方。这套智慧点菜系统伫12月2日正式启用，系统是由咱台湾人家己研发的。高速公路局派人去南投服务区看施行的效果，发现有缩短点菜甲捧菜的时间，嘛对尖峰的时间消耗人流有帮助。现场去测试，看起来也快了很多。国内也因应疫情的需要的部分，对于减少接触这样的一个经营贩售的行为，我觉得是蛮不错的。接下来1月7日的年假，业者对智慧点菜系统是真有信心，会当营养出来佚佗的人阵。高公局嘛要求各道服务区的业者，年假期间除了原地防疫措施，嘛要严格落实接待人数总量的管制，避免年假的人阵可能会造成防疫的空棚。记者综合报道。土豆当日大出，土豆的产地云林的仑背乡，便拿到即阵，农民就会伫大路拍土豆。虽讲过路不方便，也搁大部分的乡亲拢会使体谅。加上乡公所嘛有做交通配套，互农民会当安心拍土豆。一条伫田中的大路，看起来规抓拢是土色，不过这毋是咧控点仔架，嘛毋是落雨毛影，是咧拍土豆。云林仑背是土豆的大产地，拍土豆是逐档产季上重要的工课之一。挑土豆是上辛苦的过程，就要用脚踢的，毋过脚伫土骹咧踩，定定会受伤，所以农民就发明这支耙仔，省力搁省时间。若无这支通撸，就是用脚咧踢吼，脚会疼。所以人说这支撸啊，来撸足好势。虽然拍土豆是农民重要的工课，不过毋是逐个农民因兜拢有定会当拍，所以就拍伫咧农路，但是煞有可能会影响到塞车的人过路。这无定啦，无位好拍，人收档吼，无几工啦，风收的啦，无人做事人无位好拍嘛艰苦。这是几年来拢大家拢安尼，因为嘛无所在好拍，所以讲吼，咱拢尽量标示清楚。叫大家讲开车，大家较注意的，互农民方便。好佳在伫仑背乡，拍土豆是真久的传统，大部分的民众拢有法度体谅。加上乡公所的交通配套措施，互农民会当安心拍土豆，嘛加做逐档仑背乡特殊的风景。记者综报道。根据统计，咱台湾最近这几档数量上介济的海洋废弃物，头一名就是塑胶干仔。环保署嘛头一摆结合相关的业者，甲捡来塑胶干仔摕来做衫，要互废弃物会当再利用。
一波一波的海涌将塑胶管啊撒到海波至港扣起来，送去再一工厂加成碎片、抽沙、芳成煤。环保署第一摆结合国内资源回收甲纺织业者共同研发，产制海洋废弃的塑胶管啊，有96%的顺保衫。未来更希望就此研建立海洋废弃物的循环制度。那我们同时在今年9月份也向我们的智慧财产局申请了我们的海洋废弃物循环标章。那只要符合我们制度，能够追溯这个来源，我们都会发给标章。地方志工收集被动海洋废弃的塑胶管啊，最后只有3.8吨用做原料。业者表示，海中的塑胶管啊，甲陆地顶悬的塑胶管啊无同，经过海水浸泡甲盐分的侵蚀，材质已经有变化。头前挑选甲去除杂质的工作也较困难，成本也较高。相较我们一般陆地上回收的那个时间上，它相较比较长，所以会影响到它的那个纤维强度。海洋的一个废弃的回收，然后再加上这个生产的一个流程，从头到尾，我们估算这个损耗率可能有高达50%以上。根据台湾 ICC 海洋废弃物监测，2015年到2019年，海废数量上济第一名就是塑胶管啊，第二是塑胶管啊挂甲塑管。环保署统计台湾一年差不多24到48吨的海废塑胶管啊。环保署希望透过顺保衫等再制产品，和海废登去甲循环体系，唤起大家环保意识。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咱来看意大利的庞贝古城，在2000年前因为火山爆发，规座城市和火山灰带起来，也毋过嘛保留当时的面貌。考古学家最近就挖到一个食食蛋，嘛看到当时人民的生活甲因食食的文化。伫柜台顶头挖一个坑，是要来放飞鸭罐。伫咧壁顶有画一只正水的龟公，甲2只倒头仔的绿头鸭。这是庞贝考古团队最近伫咧当地第一遍挖到正完整未食的蛋。Adesso cominciano le analisi per capire che cosa c'era, che cosa nei contenitori, che cosa si offriva, quello che i passanti in questa piazzetta di Pompei potevano qui acquisire, le bevande, i cibi, quindi veramente uno spaccato straordinario sulla dieta mediterranea che avremo fra poco appena saranno terminate le indagini di laboratorio. 团队过去伫咧庞贝城发现有80间快餐店，这边挖到这个未食的餐厅，甲以往无同。专门伫咧保存食物的容器内面，有找到鸭骨的碎片，也有田螺、鱼甲羊的胃料。装葡萄酒的干仔内面，也有一寡米子豆的分量。也若是装油的灰鸭罐，到即马也有真侪餐厅伫咧使用。一寡挖出来文物反映出当地饮食文化。C'era qualcuno ancora all'interno degli ambienti. Una vittima le cui ossa sono state intercettate nello scavo, purtroppo non in composizione perché il termopolio era stato già in parte saccheggiato in antico. 伫未正蛋附近，也阁发现一只较完整的骨头，推测可能是伫咧火山爆发的时阵未火逃走。公元79年，庞贝苏维埃火山发生爆发，砍过规座城。伫将近2000年了的即马，考古学家用科技画出迄当阵的生活情形，一寡珍贵的壁画甲挖出来文物，互即马的人会当了解古罗马的生活。官方也打算伫咧明年要开放互游客入去参观。公司新闻王必文编辑。来看故宫南院5周年，古当来有超过570万民众去参观。庆祝5周年，唔但点出故宫南院对甘蔗园到博物馆的变化，嘛有互动的地图，要招民众做伙来了解在地文化。用手持电脑荧幕，家己的历史一幕一幕播出来，完整的影片说明，佮加上音乐，而历史若亲像咧耍电动，这种数位化的展览内容是故宫南院后一个5档要来努力的目标。在未来一定会继续努力来发展5G。8K、AI 以及 AR、VR 等等这样的一个高科技，把文物呢送到你家，送到你的电脑里面。今天南下，所以就想说顺便来看看这样子。对啊，没想到比台北的故宫还要好很多。故宫南院伫2015年的12月28号开馆，
拄满5周年，特别举办几多项展览甲活动，邀请各界人士来参加。其中为当初到今麦志工有真深的感受。一开始我们对策展来讲，可能就是我们的志工和我们的策展人员配合的默契还不够。不过现在这样子5年的 run 下来之后呢，大家对于这个各方面，包括导览方面，然后跟策展人员的一些配合的。他策展的理念，我们都能够更容易掌握，对，然后也可以提供我们在地的居民哈更多的资讯这样子。为要让来到嘉义的民众会用更较方便，南面嘛甲高铁的公车合作，让民众会用直接坐车就来到园区内底。很方便，就是可以直接从那个高铁直接坐过来，以前都要这样子坐到医院那边再走过来。搭车比较方便吧？对啊，因为搭车可以到园区里面。对啊，会省下走这一段路。为着要摆脱一开始蠓仔馆的歹名声，故宫南院5栋内已经举办超过51档的展览，累计超过570万的参观人数。故宫南院指出，这个场所较宽，会用提供的内容较多元。未来除了八院的物件，嘛会继续参其他博物馆合作，让南部的民众会当看到故宫以外的典藏和文化的丰富性伫南部定根。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那屏东的春日乡是保留大量日本时代企业军事遗址，前一阵不过因为要去太阳联邦的工程险防破坏。打春日乡有心要发展军事观光，嘛规划各种自然资源、文化景观，望吸引民众去观光，带动在地产业。今日去深山那内，这是春日乡，伫屏东邦寮和贵宗川边界的石头营，内底战斗司令部要塞真有历史意义。乡公所就来结合原来自然景观、文化建筑，包含老七家石帮厝部落、浸水营国家古道这些所在做观光。我们就针对在我们辖内的碉堡呢，我们固定我们都有一个自然资源保育队来去做定期的巡检跟清理。所以，如果我们的游客如果要到我们春日乡来看二战碉堡群呢，其实是可以很安全、很友善的可以到达。伫早前，春日乡就咧发展军事观光，石头营才是全台湾甚至是全世界真罕见有保留上完整的二战时期日本军方的要塞遗迹。1895年，日本就是对邦寮登陆，后来为着提防美国，才会伫遮起有规模的军事基地，可见遮确实有军事价值。前一阵因为太阳联邦的工程，差一点就破坏掉这个遗迹，而且佫挖出一粒无兵器的炸弹。加在关心历史文化的民众、学者、议员为着石头营走藏，目前遗迹暂时保留，也才有机会继续发展观光。这个区块呢，我们能够把它做好，那这样春日乡就是一个北区呢，是一个很完整的历史建筑跟文化资产的一个观光的一个区块。但春日乡也斟酌规划，望观光带动产业。行古道看美景，也得来一座石头营，对照日本伫台湾殖民的卡热，思考开发环境和文化资产中间的关系，也关心100年来发生伫咱土地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嘉义新港绿草甲基德最近有一群学生囡仔会去庄脚做社区打杂，来了解故乡的人文、地理甲风景。这囡仔未来有真侪人拢会出国去读册，透过调查，互因先认捌故乡。囡仔伫舞台顶搭水果，讲因社区打杂时发现虾米稀罕带，为要互在地囡仔更加了解地方的人文、产业甲历史地理。嘉义县政府教育处邀请新港、绿草甲义德3乡镇的学校，做伙举办社区打杂计划。我去了元帅兰园，然后里面的地很广，然后很凉，比外面的气温凉，然后里面通常1年4季只有25度。老师就带着孩子去社区踏查，那把这个记录写在自己的学习簿上面，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编转成书。那这些就让这些孩子有共同的记忆，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建构孩子对故乡的一个情怀。配合计划，学校表示，虽然伫乡土教育当中，嘛会甲囡仔讲地方的故事，但是这款专项的打杂会用互囡仔的眼界为社区探到整个乡镇，对因来讲是一个了解这片土地上好的机会。即摆的囡仔做侪虚拟的物件，所以伊这个部分
咱现在要带伊出去踏查，问题是咱用意就是讲学生会当实际去接受到咱生活中的物件，而且是较深层的物件。接下来，因为他们就盖了那一间庙，结果信众很多，太拥挤，在过没几年之后就扩建。鹿草国小有6个点，然后其他的学校各有3个点啊，我们加上国中，我们总共有24个踏查的点啊，那让小朋友可以一起去做一个学习。这个计划去年就为嘉义县的民雄大拿甲欢乐开始，今年已经举办第2档，而且还配合社区大学做伙来申报发表。教育处表示，嘉义县的囡仔出外读册比例真悬，希望会用互因搁伫故乡的时阵，加强因对传统人文第三景的认捌甲感情。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天气报道在要天气详情，明仔载尾暗暝开始，寒流急速的第6日气团会到归，拜3到元旦气温无到10度。再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17度，上悬24度；中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26度；南部温度上低19度，上悬29度；东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25度。外岛是11度到21度。新闻最后甲乡亲做来看狗仔雏影，感谢乡亲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